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给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咱今日要介绍的是彩竹之乡哦，对个故乡梁家。这要一开始，咱先来看一个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啥物。龙旗凤梨赞不赞？赞。梁家往来好选季5月30号登场，台南市长黄伟哲5月14号伫民政局长颜金彪含着地方人士、民意代表陪同下，来到梁家参加记者会。首先就先含着罗正治总菩萨料理这道蒜香脆玉笋。蒜香脆玉笋。哇，完成了！那我们要放在哪边啊？哦，先让我们的这个媒体哦闻一下啦哈，闻一下这个香味哈。我们这一次在5月30号，我们办理了龙旗竹风轻旅活动，那邀请所有的市民朋友到我们龙旗来玩。我们这一次也采实名制的方式，报名费只有300块。那到时候我们所有的游客可以骑着我们的 T-bike 一起到我们青农的果园去摘凤梨，每个人可以摘2只凤梨。那现场还可以赠送你们凤梨茶，品尝凤梨。中午还可以用到我们的在地金牌厨师卢正志卢师傅，用我们在地的跑山鸡、凤梨还有竹笋所精心料理的齐聚便当，欢迎大家一起到我们龙旗来玩。今天很高兴能来到我们龙旗啊，其实为各位介绍龙旗真的是好山好水，在防疫期间或者是防疫之后的轻旅行都是非常适合的大家可以看到是非常好的一个景点。也可以看到有非常好的物产，更可以看到有非常友善的民众。好，所以说我相信这一段的这个轻旅行，尤其是可以骑台南的 T-bike， 或是你自备脚踏车，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做一个畅快的龙旗游。很希望说大家一起来龙旗。邀请大家来梁家算之外，黄伟哲嘛甲咱讲，希望交通部的大线团会当来台南加搭几条路线，因为咱台南已经准备好啊。那我们很希望，也很期待在接下来的这个防疫旅行，我们知道交通部有一些计划，就是防疫旅行的部分。那采线团，我们希望来台南多采几条，因为上次以前我其实台南的观光是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希望说，我们这次的准备是很充分的，许多不管是计程车业者、旅行业者，或是旅宿业者、饭店业者，我们都做了很好的这个教育训练跟准备。接下来就是蹲下之后能够跳得更高。当然，为地方上的农特产品宣传，黄伟哲是油门大真棒，不管是这用的来到伊手内，拢是步数真点，希望为农民渡过难关，打造较好的生活。龙旗轻旅行赞不赞？赞。龙旗轻旅行赞不赞？赞。再看一下左前方好不好？咱台南市有37区那么每一区拢有伊的特色啦，伊的农产品或者是伊的水产品那么讲到梁家咱若去到梁家，你就看到一片安尼拢是竹林在顶拿那么过去呢，因为在顶拿咱就地取材啦改用竹编那么伫过去的这个时代内底，当然这竹编是足受欢迎，但是时代咧转变啦咱即马这个竹编好像无像以前遐尔流行那么咱慢慢转型当然啦，伫梁家这个所在靠着咧生活，咱嘛爱互有新的这个生命那么最近这几档其实呢，咱得这个产品真侪比如讲。咱伫现场看到有说竹炭面或者是讲有一寡这竹的这个副产品像讲个这个洗碗巾是讲咱这洗身躯的洗面的，哇！你看咱竹竟然会当做遮侪的这个产品出来可见咱这农民或者是讲研发的这个单位因非常的这个用心嘛而且呢，伊佫有足侪的这个功效那么伫今仔节目当中呢，咱来邀请到咱台南市梁家这个秘书咱董永章秘书咧，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介绍咱梁家这个竹秘书你好。主持人你好台南向前行朋友大家好。是，那么好多人讲过去好像
较久远啊，吼，就是讲迄阵啊，咱竹啊，吼，因为去到迄个龙家遐规片拢是竹啊园吼。那么竹啊，我知影吼，伊个成长足紧的吼。对。啊，所以吼，伊个采收嘛足紧的，就是讲伊个产量足侪啦吼。啊，过去吼，咱迄个农业社会啦吼，你来看一个迄什物竹篮啦吼，啊是讲咱妈妈要去菜市啊买菜嘛，拢用迄个家枝啊有无吼，啊拢迄用迄竹啊落去编的啦吼。足侪物件吼，迄个时阵咱拢用竹啊落去做，但是即马随着时代吼，演变，像咱讲椅啊就好啊吼，可能塑胶的啦吼，也是讲咱的碰椅啦吼，也是讲吼西式的即个哇，啥物有够侪哦。当然吼，咱的即个竹啊，可能吼慢慢伫咱的生活当中，可能就是爱做转型啦，啊无伊可能有，但是也有一寡部分可能就是爱消失去吼。那么伫即个过程吼，我咧想咱秘书应该吼做了解，是毋是甲咱来做一个介绍好无？好，龙家呢有64平方公里。差不多7成拢是竹啊。第一，伊是麻竹、绿竹、长期、刺竹。早期吼，伫66年以前，上风行的时阵，就是竹编。阮的人啊啦、蛤啦，阮的鱼人啊、蚵仔人啊、果子人啊，所有上好伴手礼的人啊。拢出自阮龙家，所以伫66年了后吼，萨罗马风开了后，咱工业起飞，随着工业呢来取代塑胶制品呢，来取代着这个竹编的物件吼，竹编的物件开始一直直走下坡，直走下坡的时阵，咱的产业是竹啊，竹啊若一直直走下坡呢。产业若无，咱地方都袂繁荣。所以龙家农会呢，看到这个产业吼，一直直行下坡，阮唔知影要安怎，所以阮早去想办法。逐工含阮遐员工吼，拢在想办法。到尾呢，阮就去想讲，来发展别人无的，咱龙家有的物件，将咱较早诶。插团呢，来变做竹团，结果呢，它的邮件呢也无共，邮件无共呢，再去日本呢，再透过咱中央的林试所，加咱台南市政府，来咱斗相共，了后咱再伫两家来起2座窑，2座窑了后，尾后搁爱搁起2座。目前阮两家农会内底有4座竹炭窑。那么是不是甲咱的这个竹炭窑介绍一下？因为你讲像咱迄竹啊吼，要甲烧到变成竹炭，这过程它要耗时多久啊？伊爱到什么种的程度，才会当来变成是一个成品？好，伫两家呢，竹啊呢，因为阮竹啊呢，拢差不多6担至7担，爱撤掉。你若无撤掉的时阵，伊会上头疼的即阵就是伊会打起，打起的时阵就无作用，无作用个来甲即个零件吼，两家所在吼去荒废去，所以阮有件吼，即帮怎来处理即个竹啊吼，竹啊呢爱差不多4担以上的竹啊，阮才有用。4担以上的竹啊呢，伊才有够熟。阮才有对烧竹炭。伊竹炭呢，要烧竹炭的时阵呢，阮的窑拄啊100公分，伫裁切的时阵拄啊100公分，100公分的时阵呢，阮有做个汤炭。这就是汤炭吼，这汤炭。这汤炭的时阵吼，这旧起的时阵就会使来烧制。要来烧，这是片炭。片炭要来烧的时阵，爱经过机械，爱破竹仔机破过，搁经过拔竹仔机拔过了后，阮再去引先新验室内底去伊内底吼分3礼拜，3礼拜21天，阮才出来试干厂，试干厂的时阵，再搁放差不多4个月。这4个月时间，甲遐水分吼，拢放好无去，无去的时阵出，阮用迄个水分测定仪来测到剩差不多15至20这中间，
早去入药，入的时阵，早去伊迄个乱疗，乱疗1礼拜，1礼拜了后，阮再做交换，做交换爱2礼拜，2礼拜了后到迄个，你若是要药，要烧做农业用的，然后到300度、400度，阮就关药。你若是要做工业用的炭，阮就爱到650度以上才有关药。所以若关药的时阵，关药起差不多爱2个月，伊才会温度才会降落来，降落来才会当出药。我那时间嘛都长诶。经迄个按出材到要入药的时阵，上少呢爱差不多4个月至4个半月，会才有法度让见着竹炭咧。好。那么咱有一个疑问，就是讲炭迄个竹入去到药内底迄温度遐尔悬到烧了伊啊，才会变成佫是遮尔坚固。因为药咱是伫日本学的药较早期的茶炭药无相共，因为竹炭跟茶炭有差。茶炭药呢，伊是密封的，伊免烧到遐悬的温度，所以密封伊的密合度无遐悬。所以咱的茶炭呢，咱的竹炭呢，伊的密合度爱较悬，伊袂使去互烧去一。伊迄个药伫烧的时阵，伊共迄个药门入去，嘛共入料的时阵，入主材的时阵嘛，按迄个门入去；要出炭的时阵嘛，按迄个共一个所在出入门出来。所以伊顶头呢有一个迄个燃烧室，燃烧室下骹面还有一个燃口，这个燃口了后下骹有一个出火迄个出炭壶的口吼，了后壁有烟筒，这个口的时阵爱含烟筒有配合，配合了的时阵，伊才有法度甲这个竹炭吼，咧温度会当迄个技术有法伫迄个拿口甲伫迄个烟筒，烟筒要几寸下骹要几块砖啊？伫迄个技术伫迄个所以阮中家农会按96年到即阵吼，阮的技术吼，会使讲是目前伫咱台湾内底技术比较较成熟的一个所在。是，拄仔咱讲竹炭吼，这遮侪当吼，咱拢对着这有印象啦。有当时咱市面上嘛有听到人咧介绍讲这竹炭啦吼。拄仔咱秘书咧讲讲伊经过遮尔长的这个时间，可见咱用遮侪时间吼，要去甲伊做变成是竹炭的话，一定有伊的这个功能啦，是讲伊的功效啦吼。那么这竹炭伊的功效是啥物话？竹炭的功效吼，咱若要做农业用，咱做农业用的时阵吼，伊即阵就是做肥料，伫在燃火的时阵，含钙质吼，燃做火，一寡做肥料的时阵，伊会去饲伊肥料，伊是伫碱性的土地，还是伫酸性的土地，伊爱去饲，爱去比较，所以伊即个。做肥料目前，做肥料吼，咱政府一直鼓励讲，伊拖去做肥料，因为你若用阮的竹炭药去烧炭出来做肥料的时阵吼，较不符迄个成本吼较悬，所以伊一般像迄个人个冷角炭啦，伊迄都无温度无遐悬，无迄个吼，因会当去做肥料，因为阮这个炭吼。炭即种汤炭的时阵呢，烧出来汤炭的时阵，第一就是做装饰用。你的厝内底吼，你若有汤炭，因为你早期吼，咱有真空管，还是电脑迄种物件有辐射，你甲下汤炭顶头吼，伊袂直接对咱人伊会吸收去，这是汤炭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就是讲，你厝要装潢的时阵看到炭趁钱，就趁钱啊！这汤炭是因为吼，这个伊下顶内底，它会释放出负离子。伊炭内底你差不多1个月底出来吼，晒一盖，它会还原。所以你唔免当时换的时阵，就只有晒日尔。所以阮
这个片团的时阵，就是爱650度以上，650度以上呢，它会导电，它成为一个绝缘体，伊才有法当去做工业用，做工业用，阮即阵是看目前。含黄元素、含光元链去做合作吼，阮有伫即阵目前伫纺织业吼，阮有做阮的今仔无摕来吼，阮有阮的棉被伫的，阮的吊拖被，阮的吊拖被唯一它是，咱一般的被吼，拢是动物的物件。对。动物的物件吼，伊到这个水分的所在，伊到迄个湿度的时阵吼，它会生存慢。咱的吊拖被吼，它没有这个都无这个物件，只有伊会吸收水分会较悬。伊吸收水分啊悬的时阵吼，愈加愈细领，嘛是会烧愈加愈细领。伊会当你只有是家晒日，晒了伊就膨起，得个恢复啊，得个还原。它不会有存满的存在。这是阮去做。阮有分做长纤甲短纤，长纤的物件是咧做被，甲做阮的凉被。短纤的物件吼，伊去做内衫、内裤、袜啊，迄个面巾，这拢是，这拢阮目前阮有吊拖故事馆，是，来就是要讲故事嘛吼。我目前。吊拖的物件研发出来有63款的产品，包括冰淇淋，我嘛是做吊拖的冰淇淋，然后食的吼，这种物件，这足侪物件拢是阮故事馆内底镇店之宝啦。所以好多咱介绍遮济了后吼，咱即马市面上看做侪迄个吊拖的迄个产品啊，像你拄讲衫啦吼，被我是第一个听到啦吼，被伊嘛是用这底下的这个纤维落去。做起来的这个被，迄被嘛乌乌。被袂像咧，因为被袂当乌乌，因为你温度有够的烫吼，拢灰色的，不是黑色的。伊算种咱的被，迄个内底迄个叫啦被芯嘛，吼，来外口嘛是爱，咱个用迄个一般的迄个棉制品，还是讲迄个咱的布来外表佮甲包装起来吼。但是就是讲这伊的迄个竹炭是伫咱内底。伊的棉是伫内底，伊会家己烧哦，家己会烧，非常烧的。是哦，吼，除了讲伊内底竹炭以外，无其他的物件吗？无其他的物件。吊拖纺织起的丝吼，伊是长纤的丝去做吊拖被，短纤的丝再去做到这个阵，那个阮卖了上好就是男女的，查甫的内裤甲查某的内裤。是啊，我捌看那迄个咱咧讲的竹炭迄个故事馆，我咧想竹炭的故事馆就太多内底遮这物件嘛吼。咱是毋是吼介绍一个？像好多你讲迄这竹筒，这是咧装饰的嘛吼。佫有我好多有看到好多咱迄个秘书就已经伫节目的进前有甲咱介绍一寡吼。是毋是吼？佮咱介绍互咱的乡亲了解一下。这是阮的梅仔吼，这人是阮的梅仔。竹炭。这是阮的竹草做的，这洗手乳，阮就做沐浴乳，有做洗个洗发精，洗发精阮就做洗碗精，洗碗精阮就做洗衣精，这种物件拢来自哪里呢？来自阮这个竹草。底下有醋，底下有醋，因为阮要烧的时阵，伫烟筒倒收倒转来的醋，阮一盒差不多300公斤尔。所以伊这足珍贵吼。这足珍贵的时阵呐，伫阮收落来的时阵，一盒300公斤，阮爱迄个种植吼，林桶内底爱6个月，早过阮早过种流，种流佫种植6个月的时阵，才摕出来卖咱各位吼。所以阮的竹草吼是一种真珍贵的物件，这阵目前阮的竹草吼销量嘛是阮的镇馆之宝啦。佫有咧像这因为这吼是阮的竹团的纱文，竹团的纱文吼，这是用竹团甲竹草2项都会做起，加好的咱的皂基吼来做。伊本来是手工皂，
啊，手工皂在洗的时阵哦，洗到尾的时阵吼，拢会软软。阮为着要确保这个物件吼，可以加压。手工皂要加，所以洗起来的时阵会当洗到足细地的吼。啊，所以这个是阮的竹炭片。阮竹炭片出来呢是拢爱咧650度迄个豆电的时阵吼，才有装落壳仔内底。所以若伫鲍鱼来买，阮甲伊讲的时阵吼，有时啊吼，拢爱摕去试，互迄个人去试。你家摕去试，阮遐有迄个物件，你家试吼。这个是阮的竹炭呢，你去加热啊，加热啊的时阵，你去做除臭包，啊去做保鲜包，吼，这种物件下顶衫肚内底啦，下顶内面啦，啊也还是你像这阵那个化学罐，甲阮买的时阵，伊就是伤湿，啊伊就是用阮的除臭包去放顶内底，啊一个月才摕出去晒一摆呢。啊，伊在内底有法当入湿，这嘛算环保啦。这，因为一样个重复使用。重复使用这除臭包，啊，这阮的台湾好面吼，台湾10大好面，阮其中一个阮的竹炭面，吼啊，这种呢，竹大商是阮今年推出来迄个伴手礼，阮今年推出来伴手礼是竹大商吼，是除臭包啊。这个是竹炭吼，啊，这个是阮的礼盒吼，啊，所以阮今仔有足济产品吼，啊，无法度一直伫遮呈现吼，啊，所以阮的产品有63款。像你讲这醋，这醋伊的作用是啥物货？醋伊作用，伊是无食，伊会当杀菌，伊会当保湿。啊，咱啥物时阵会当用？咱平常时拢会使用，像这期吼，这期的。疫情咧吼，伫阮农会内底，阮都无用酒精啊。阮杀出来的时阵就是阮的竹醋，啊，伫喷的时阵就是杀阮的竹醋。一般吼，伫买顿的时阵就是伫洗涂骹的时阵，伊伫喷。第一，袂生狗血，袂生家蛇，这是阮的竹醋的好处。啊，伊内底较简单竹啊尔，无其他成分。伊是竹啊，迄个。熏的时阵吼，伫热交换的时阵吼，熏起的时阵，佮倒收倒转来，迄个水蒸气。啊，算讲吼，咱也无说你去食着嘛，不要紧。无要紧。啊，所以如果你咧讲疫情的这个当中啦吼，因为你若喷酒精袂使食嘛。哦，咱若手迄个食着这酒精，对咱的身体嘛是加减有伤害。啊，但是你若是像这醋。你喷伫咱的手咧消毒的时阵，咱去食着不要紧。无要紧，伊这是迄个有乌梅味，啊，有乌梅味，因为阮这拢经阮这物件吼，拢 MOT，有打 MOT 台湾制的，吼，阮有参加迄个 MOT 这协会，所以阮的物件拢是台湾制的物件，啊，所以阮检验的时阵，8大重金属拢检了啊，所以对阮的产品吼，不用怀疑啦。所以有当时啊，比如讲啦，咱有厝内底有细囡仔，啊细囡仔你有当时啊，你像防疫期间，你嘛是爱甲消毒啊，吼。啊，你若囡仔有当时啊，你讲叫伊莫食，咱大人知影毋通食啦，吼。啊，但是囡仔有当时无说你，但是手村里面就开始，哇，开始食嘛，吼。啊，你若是来喷迄个竹炭的迄个醋。哦，那么咱就免惊烦恼，讲囡仔食落去吼，对着身体有这个危害啦吼。所以吼，咱今仔日咧讲到这竹炭吼，说实在的，咱过去我就讲啊，咱以早的年代就是竹编嘛，啊，因为竹编的这个工艺吼，即马已经吼有一点没落啦，因为毕竟啦吼，人个塑胶射出一条衣啊，足紧的就出来，啊，而且吼伊的成本佫低啦吼，啊，你若讲要买一条迄个竹编的衣啊，伊可能伫遐凹足久的吼，伊工钱嘛袂好啦吼，啊，对着咱的这个消费者来讲吼，他可能。要开这个钱吼，就爱伊有迄个相当的迄个艺术的价值啦吼，伊较有感觉讲买这条衣啊，等于还是讲买这个物件等于用啊。啊，所以咱即摆嘛爱慢慢转型啊，转型的时阵，就是惊出这个竹炭吼。这竹炭吼，对应变成是咱即摆科技吼，配合咱即个科技啊吼，啊对着咱即摆社会，伊有一寡吼这个功效，啊，佫有一寡吼，咱以前想袂到的吼，就是讲佫算转型啦吼。那么咱这个农家家啦吼，对着咱这个农民啊，种着这竹炭啊，是讲做这竹炭吼，咱
当然啦，伫后壁拢会甲因斗相共啦吼。啊，伫这方面咱农会甲因做什么？因为产业那落寞的时阵吼，地方就落寞，所以伫这方面的时阵，阮早落去辅导阮的德农吼，啊来甲这竹仔卖互农会，啊农会来做这项的产品，啊了后就是讲，我拄有讲过，就是讲农会帮助农民不只是这个，因为就是讲，阮目前所生产的都是绿竹笋，绿竹笋呢，本来阮伫台南地区的时阵，阮是一个默默无闻，一个乡镇嘛，毋知影人农家伫倒遮。阮即摆若讲到农家，就讲到竹炭，啊，讲到竹炭，即摆就讲到农家。了后，阮了一项产品哦，就是绿竹笋。绿竹笋呢，目前阮按86年呢，阮是做强选、强价、强动运销到目前，进伫台北各在市场呢，占有一席之地。了后呢，阮的产品吼，阮的绿竹笋的产品吼，阮了有初级品、甲中级品，阮透过农委会，甲咱台南，迄个农粮分署，嘿，农粮分署遮吼，啊，甲阮介绍屏东一间如记的工厂，甲阮加工。啊，即目前阮农家不只是在台北占有一席之地了后，佮加工了后。那要看到阮的物件，就是伫好事多，伫全联，甲伫7，7内底关东煮三块笋啊25块，迄笋啊就是阮的。哦，是啊。嘿，啊，即摆就是伫台北，你坐高铁的顶头便当有一块笋啊，迄块就是阮农家农会所供应出来的。故乡的滋味啊。对，所以阮伫阮农家内底来讲，所以不只是竹啊，是。阮的主产品，不过竹仔呢，按竹仔的食一字形娱乐，拢是用伫竹仔内底，尤其伫恁食内底吼，阮的绿竹笋吼，啊，伫迄个市场，阮已经拍出知名度，伫台北各在市场，阮嘛占有一席之地，所以阮的绿竹笋嘛是伫阮农家是一种阮在地诶。产物吼，啊是阮的产业吼，啊所以阮因农家农会啊，徛伫阮辅导的立场上，阮对农民的照顾啊，会当取得真好的价格啊，真好的产品吼，伫市面上他们竞争。那么咱吼农家遮11月份是一个竹炭月啦吼，这竹炭月是毋是嘛？简单做一个介绍。阮农家是有两个吼，有两个季节吼，第一个季节就是阮的采摘节，伫5月6月中间吼，咧办迄个竹笋，吼边干，吼竹笋大餐，拢是即帮含市府配合，叫做往来竹笋节。往来呢，即帮是已经分开吼，往来已经关庙地区咧办。你若竹笋的是伫阮农家地区办，所以阮6月的时阵呢是咧办凤梨好笋季好笋节，阮的好笋吼伫6月办，阮的11月呢是做竹炭月，阮的迄个11月的竹炭吼，竹仔上好的时阵，因为阮的采竹之乡是安怎来的呢？是4季。内底吼因的叶啊吼，竹叶无相共，早合作采竹之乡吼，所以阮是安尼来。是，今仔感谢吼，咱采竹之乡啊，咱的农家区秘书吼，咱董永章董秘书来甲咱乡亲来介绍咱这吼竹的这个产品啦吼。那么嘛，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我是婉婉哦，咱台南乡亲行，我们下次见哦。好，谢谢各位，谢谢。